真欢喜有4个礼拜，伫咱富强教会甲兄弟姊妹做伙做礼拜。伫这4个礼拜内面，互我深深真大的感动。看见咱教会的忠诚兄弟姊妹，对福音，对上帝的听痛，都亲像咱的圣歌对迄个诗所吟的。欢喜为着荣耀主来活，欢喜奉献咱的时间，咱的恩赐来去做上帝的教会。相信夏牧师甲赵牧师来了，咱富强教会要亲像一只虎斗2只狮仔，迄个进步是相当的迅速。愿主赐福咱富强教会，成做台湾正教会的祝福。早起呢，就甲兄弟姊妹来三较想迄个上帝国的心兴视野甲格局。教会的成长有2个较要紧的要素，头一个是心态，第2个是策略。心态是一个关度的问题。策略是一个眼光的问题，心态加上眼光，就成做一个格局。什么款的格局，有什么款的结局，格局就决定结局。有心就有策略，有心就有方法，无心就无方法。策略有策略，就有效果；有方法，就有成就。策略会通家己想，策略也会通去共学，学人的款式。人的生命的关度，就决定咱的生活的态度。特别做一个信徒。咱是逐日甲上帝相甲生活，咱伫教会咧服侍教会，这是上帝国的教会。咱所传福音是上帝国的福音，所以上帝国这是一个关度，上帝国也是一个视野眼光咱伫教会内面咧去做上帝教会，咱一定爱有即款的上帝国的关度、上帝国的心兴、上帝国的视野，也上帝国的格局。会早起，咱就对几个角度甲大家来想这项事。大先呢，咱用马太28章19节到20节，这是大家熟甲真骨溜下仔背的2节的圣经。毋过这2节的圣经呢，实在是真宝贝。这2节的圣经咧讲起上帝国的心兴呢，是宽阔；咧讲起上帝国的眼光视野是宽阔；咧讲上帝国的格局，这是宏大。咱的圣经呢，这28章19节到20节，咧讲几项事。头前讲宣教，普天的传福音，宣教的时圣经是讲普天的甲招万民、招万百姓，迄是相当的跨心兴是跨，格局是大，视野也是大。第2，教会牧养，讲人带入来教会，就逐个人拢留条伫教会来受洗礼。这是真无容易呢，要相当用功夫人带入来较容易，带对教会大门入来容易，后壁门无关，就流选流尾。无采工咧做，所以圣经甲咱讲起，
人带入来教会，你着逐个人拢留条伫教会来信来受洗，归伫三位一体上帝。第三，圣经咧讲咱的教育，是要教啥？讲囡仔主所吩咐的，拢着教，袂使教老高，袂使教错误。囡仔主所吩咐的，拢总爱教。迄个门徒的训练，讲逐个人拢着做门徒，做基督的门徒。逐个人拢着守主所吩咐的，逐个人拢着日日甲主来三甲大，甲主三甲生活。这是也是看的。迄个时间也共款，讲做这的事啊，爱做到什么时咧？做到世间的落尾啦。兄弟姊妹，世间的落尾是耶稣再来啦。每一个人的世间的落尾，都是见主的面啊，天顶见主的面。一世人做这的事。马太28章19节到20节所讲的这的事啊，迄是教会的事工。教会要做什么工课，着做这几项。你是要安怎做？你着去想策略来做。你着去反省检讨迄个策略的效果功效如何。教会咧开会，毋是咧开讲来决定传福音要传啊毋传，也会使做即款的决定。咱毋是要决定主的范围，要教甲毋教。主所吩咐的，到底着守免守？咱开会毋是咧决这，开会是咧想你要用什么款的策略来推行这个工课，要安怎来推行施行这个策略较有效果？咱开会是咧开这种。耶稣基督互教会的命令，这是一个心眼宽、视野宽、格局大的一个命令。上帝本身就是安尼做。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咧讲上帝是疼，上帝安怎疼？那我的感受，上帝疼慷慨佮大方，上帝疼真正慷慨佮大方。将伊独生囝赏赐予世间，介大方，无有一个人遮尔大方。上帝救赎计划也同款，格局介大，普世，爱人人得救，毋爱一个人沉沦。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同款，伊伫十字架顶替世间众人来死。毋是特殊对一种的人，耶稣替伊死，是所有的人，耶稣拢替伊死。耶稣的救赎，心胸是宽的，格局是大的。教会，兄弟姊妹，咱咧起做富强教会，咱袂通互咱的教会成做小家具、小眼光、小格局。咱安尼做，咱是亏欠主；咱安尼做是离上帝心意足远的。所以侍奉的人，咱培养咱的心胸宽大，培养咱的视野宽阔，培养咱的格局大，常时也带兄弟姊妹。带所有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培养这款的心胸，培养这款的视野，培养上帝国的格局，这是要紧的讲述。头前，第二咧，甲兄弟姊妹想，咱着会无迄囡仔的事，人的心态爱当大人。当大人这句话，
台湾人上了解、上会通体会。饲囡仔，你着饲互伊到迄个少年一个阶段，你着帮助伊当大人，肉体当大人，心理当大人，精神当大人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11节，圣经讲：我做囡仔的时，我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已经成人，就会无囡仔的事啊。中文的圣经是写讲，心思意念亲像囡仔，心思是一种的判断，意念是一种的详细的思考。囡仔的心理上现实。目睭前的感受，迄目睭前的感受若好，伊就欢喜；目睭前的感受若歹，伊就哭。这囡仔甲会现实，毋过信徒袂使安尼。咱伫教会内面咧去做上帝教会，咱袂通用目睭前的感受，好就好。迄是囡仔的想法，囡仔的心思。囡仔的做法，这爱当大人。囡仔型啊，囡仔型的教会有两种特色。头一种的特色就是接受传统。1865，马雅各医生福音带来咱台湾，今年都152年。咱152年哦。这教会，咱的教会啊，迄形态、组织甲时间，看起来是无啥物变的，无啥物变。咱要爱的牧师，多数的教会要爱的牧师，头前牧师的工课，头前探访，过来咧探访，迄会友，逐礼拜探访，探访较骨力的。讲道较无时间，袂要紧。即摆偌济教会要爱因聘牧师，是要爱牧师孝顺会友。咱的教会呢，会中集的时间差不多真普遍，就是司会、交代、财务、总务。教会的聚会。周间就拜3祈祷会，拜5家庭礼拜，拜6圣歌队。礼拜日就8点主日，10点大人礼拜。若聚会咧，聚会就吟诗吟3首，每一首拢吟全首。教会主要的事工呢，组织成立各种的团契。团契要创啥？一个月一摆，这叫做月例会。一摆月例会创啥？庆生。团契要创啥？祭旗办活动。团契要创啥？办郊游啦。这毋是毋好。教会做游艇，毋是毋好，互外人容易加入参与咱的教会。毋过教会毋是干那游艇。你袂使干那做游艇，你嘛是军舰，你嘛是军舰，毋通袂记的。囡仔型心态的教会，第二种特色，维持现状，满足现状，维持现状，台湾流行的话这满足现状。152年前的教会啊，到今仔日无啥物变。咱100多年来，要个自我感觉良好，想要变的教会无济啊，无济。咱富强教会是迄个少数咧变的教会其中的一间。因为变，
所以带来进步。几礼拜前啊，迄教会公布咧出一个统计数字，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到目前1260间啊，信徒将近20万，算26万啊。啊，我看迄个文章有淡薄仔洋洋得意的感觉。啊，即几年咱真正有咧进步，啊有淡薄仔进步，毋过进步的教会无济，因为改变的教会无济，多数拢满足现状，维持现状。台湾呢的信徒是台湾人口的6%，2300万的6%，偌济？大概84万吧，对无？啊咧，台湾的信徒84万，长老会26万，有甚物通欢喜的所在？啊，兄弟姊妹，这有甚物通欢喜、通满足、维持现状的所在？迄维持现状亏欠上帝，亏欠上。所以咧，教会要成长，爱当大人，心态爱当大人。啊，圣经讲，既然成人，就会无囡仔的事。啥会叫做会无？啊，会无就是会毒、消毒、放在边仔的意思。恁着教会要成长。咱就将迄个教会的传统形态放在边啊，甲放在边啊，啊，咱去想用什么款的形态立伫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会通容易进步成长。啊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拢爱有即款的责任啊，努力当大人。心态当大人，信仰当大人，灵性当大人，咱袂通依持定定做囡仔。迄台湾话有一句话啊，迄袂大的啊，袂大的鸭叫做啥？叫做鸭牛啊。迄鸭翅袂大，较翅都食迄啊，迄叫做鸭牛啊。迄人若袂大汉哦，叫做人牛啊。啊，信徒袂大汉，啊，信耶稣啊，数十年袂大汉，啊，信徒牛啊，啊，这毋好，培养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迄个信仰心态当大人。第三，甲兄弟姊妹想啊。咱着好胆去试新的策略。有策略你若去试，就有机会啦。你若欢喜改，啊，你就会进步。所以咧，策略呢，像咱兄弟姊妹有策略，就带来效果；啊，有方法，就带来成就。每一项的事工做到某一个程度，伊就有瓶颈。迄亲像人咧大，迄衫穿到有一个坎脏伤细领袂穿得，你一定着搁去买新的衫来穿，同款意思。迄个教会一个组织也好，事工也好，做到一个程度，一定有瓶颈。啊，迄个瓶颈特别突破，啊，咱着用新的方法，啊，新的角度，新的策略，啊，才会通帮助咱继续向前来迈进。新的策略，介要紧的一项，人对上帝的信心这项事。迄个信心对上帝的信心，是咱对试新的策略，一个困难。人对新的往往会惊吓，有两个原因，互咱惊吓。头一个原因，
毋知影这好啊歹咧，无试你才会知好甲无好，毋知好甲无好。第二，咱咧惊啥？加一项新的吼，着加一项负担，伊着搁付时间呢，着搁付出精神呢，加一个负担，加一个重担。往往是安尼拒绝人改变，去新的策略。事实咱若对上帝有信心，兄弟姊妹，我的感觉经验上帝互咱智慧互咱智慧。你呢，熬安排时间，熬安排时间。咱有一句俗语讲：能者多劳能者多劳有能力的是安怎？伊会加做遐侪工课，就上主要一项事，伊会晓安排时间，会晓安排时间。迄个时间的顺序，你若会晓安排，真紧就好我大概拢总一部迄教会工课，我都了你好势。安排时间。第二呢，上帝互咱有创意。创意呢有两个效果，头一项是提升效率，第二是缩短时间。缩短时间，本来读册你着读4点钟，怎啊剩2点钟就解决啦？本来煮一顿饭你爱煮2点钟，怎啊半点钟你就煮好啊？兄弟姊妹，剩的时间咱就有通好侍奉。人的时间呢，咱迄个心会通帮助咱突破，所以要爱去新的啦，咱就要有一个变通甲创意，变通甲创意这荧幕迄数字迄数字你一看迄个讲迄数字毋对。一看就知影讲，迄数字毋对，迄数字是安怎毋对？1+2会变成1，3+4会变成1，你会一个就感觉迄是毋对的，是安怎你知影毋对？数学甲咱讲迄是毋对的。你看到数字做数学的思考，这是先入为主。这是咱的习惯咱的习惯。毋过，迄个数字呢，你还阁会通甲掺入哲学思考你甲掺入哲学思考，就无相共。你将单位甲加入去，代志就会通譬如讲，一个半斤加一个半斤，等于1斤。对无？这1+1等于1，特别用伫夫妻结婚佫较是安尼。无结婚是1，结婚了咧，因为疼舍己舍己去一半，剩0.5。翁也剩0.5，某也剩0.5，斗起来都1。1+2等于1。你若1个月加2个月，变做1季，会通无？会通。3+4，3日加4日等于1礼拜，会通无？5个月加7个月等于1年，会通袂？6点钟加18点钟等于1日。会通袂？会通。所以数学去看，迄数字是毋对的，迄是袂通的。毋过一个变通，一个创意，加一个单位，做一个哲学思考，迄代志就会通。所以咧，心帮助咱有真侪事，感觉安尼看袂通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会通的代志。第四，甲兄弟姊妹来想
来唱。咱着彼此彼此呢，成做纯真的同伴。迄个彼此呢，咱定咧用。毋过迄个彼此呢，有四种程度啊，无相共。上歹的程度，就是轻松的、好康的、有此无彼。若麻烦的，就出力的，迄就有彼无处。这上歹。中的呢，就是有来有去，小放半。这中的。上的呢，你无来，我就去。你无问我就开嘴甲你问；你无叫我就开嘴甲你叫。这叫做上的啦。实中甲上社会嘛，真侪人做呢。社会真侪人做。咱路加6章31节到38节，圣经讲哦。你爱人怎款待你，你就安尼款待人。你若大声互人，人就互你啊。毋过彼此要有一个超级，迄个超级是啥？你怨恨我，我疼你。这超级你怨恨我，我疼你，这是上帝咧做的。这上帝咧做，人怨恨上帝，甲上帝做对立，上帝疼人。耶稣基督嘛呢？这好人歹人，伊拢替伊顶十字架。耶稣教会和信徒的命令，拢总共款。所以马太5章48节，圣经讲，你着顺全完全，亲像天父。路加6章36节，你讲你着慈悲，亲像天父，亲像上帝。约翰14章34节、35节，圣经咧讲，恁着相疼，亲像我疼恁，亲像天父，完全亲像天父，仁慈亲像天父，相疼亲像耶稣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咧讲即个亲像啊，是品质的亲像。是顶级的亲像，人的仁慈就亲像上帝天父的顶级；人的相疼就亲像耶稣疼咱的顶级。这是彼此伫教会内面，咱是咧学习彼此扶持。咱伫希伯来书第10章。第19节到25节，圣经咧讲，耶稣为着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，跑走这条新搁活的路，咱大家呢，你着彼此扶持，彼此勉励，彼此激励，着毋通停止聚会，坚守信心，坚固咱的信心，接受永生的愿望。圣经特别讲常事，跑走天路，毋通孤单。咱伫教会内面，鼓舞兄弟姊妹，你着参与小组，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信徒着过小组的生活，帮助咱是信仰生活无孤单。咱有伴，教会侍奉搁较是如此。人的侍奉、参与侍奉，你着有伴，做伙侍奉，这是偌好的代志。迄个彼此做纯真的同伴，迄个纯真纯，就是单纯纯洁，单纯就是无复杂，纯洁就是无有为垃圾。真就是真实无假，真一个意思就是真理。人伫上帝真理的内面，伫圣经的真理的内面，咱较容易纯真啊。社会介复杂，
总是伫教会生活内面，咱的培养伫真理内底培养一粒纯真的心，大家彼此相甲做谈判。要做谈判，第三也是上介要紧的事，就是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。哥林多前书9章第27节，保罗讲：我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互我的身躯幸福，免得我传福音互别人，家己受拒绝。即款的祈祷啊，计成是戆戆啊祈祷。透人咧祈祷，上帝拍我到忝忝，这是咧拍咱家己的罪性。你若会通拍家己的罪性到忝忝，你咧跑走的时，跑走天路的时，你就袂偏方向，偏离目标。你咧跑走永远的道路的时，你才凡事节制。你咧跑走天路的时，你咧传福音咧着磨服侍时，甲毋免家己受拒绝。咱就是安尼拍家己到忝忝，咱才会通教会得到免流甲报赏。信徒信耶稣了后，有一项介大的功课，就是安怎对付咱的罪。因为罪是信仰的致命伤啊！这个罪的代志，咱就去学习安怎对付迄个罪。伫教会参与侍奉，咱搁较需要来学习迄个对付罪的代志。保罗讲：拍我的身躯到忝忝，诚做纯真的同工，咱就会通彼此做谈判。最后一项，甲咱想啊，所有一切，教会组织事工啊，咱所有一切事奉，干那一项的目的，就是一切为着福音的缘故。哥林多前书9章22节、23节，圣经安尼讲：我什么款人，就做什么款人。台语是讲诚做什么款人。啊，我做什么款人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得到迄款的人呢。啊，因为一切拢总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一切拢总是要救人。尾仔句，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较清楚，讲我安尼做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啊，教会咧着磨，咱咧着磨。所有一切事有讲，咱毋是亲像救国团咧办活动，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救人灵魂的缘故，为着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为着这个，迄个做啊，台语写诚侪，做是表示行动的原因、目的甲结果。我安尼做。我的行动的原因，就是要得到人；目的是要得到人，迄个结果也是得到人。迄个得啊，得到人，迄个得是表示认真拍拼才通达到。迄个事工的效果，拢总是认真拍拼来。要带一个人来信耶稣，迄拢是认真拍拼来的一个结果。啊，咱最后甲咱想，迄个宣教需要有水的精神啊。台湾雨水介高，雨水介高啊。最近梅雨季节拄好过尔，啊做水灾。兄弟姊妹，你看迄个水吼，水有一项的特色，不管伊伫什么所在啊，伊的目标介清楚，就是往海来跑走。无论如何，伊就是要走往海来跑走。啊，若咧跑走的路咧，迄水路咧，若有人动咧，伊就甲冲啦，冲互走。啊，若冲袂走的，啊，就用满的，啊，甲满过。啊，冲袂走，佮搬袂过，啊，嘛要有一步，坐位边仔过。
即款的精神，传福音的精神，去做上帝国的精神。会早起甲兄弟姊妹想这个事，望咱大家用上帝国的心胸、视野、甲格局来去做咱富强教会，也伫彼此服侍、跑走天路当中，咱诚做一个真纯真的同伴，彼此鼓励。彼此勉励，彼此苦劝，彼此扶持，愿主赐福咱大家来请万族长老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佮一摆对牧师的传讲。互阮来领受，来刺插阮的心。主啊，伫你的眼中，阮是一个怎样的囝儿？富强教会是一间